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8号。这一期啊，咱們聊两個有意思的話題啊，一個是太監戰爭，一個是1644史官。這兩個話題啊，都是最近啊網上比較火熱的。這個1644史官，我也不多解釋了啊，實際上就是網上這種反清盜明。咱們在之前的節目啊也談過幾次。為什麼今天又聊呢？是因為啊，最近喉舌啊紛紛出馬，對吧？對這種1644史官呢進行駁斥。前有這個新華社，因为我看過啊，那昨天呢浙江文宣又出手了。為什麼浙江文宣出手咱們要聊呢？因為這個浙江宣傳，對吧？前不久還說了國家大事與月薪3000的關係，也就是你即便月薪3000，你也應該關心國家大事，乞丐要守襄陽，就這意思啊。咱們專門還，對吧，也評論過。那這一次啊，浙江宣傳又出手了，痛斥啊這個1644史官。昨天啊，浙江宣傳發了一個文章，標題叫警惕1644史官帶亂了節奏。這個文章好玩的地方在哪兒呢？就是你看啊，他首先啊，他承認1644史官呢是帶節奏，他批判的是你帶亂了節奏。那意思就是帶節奏是对的啊，但是你把節奏帶亂了。說到帶亂節奏啊，這個我有發言權呢。我記得大一的時候啊，不是剛到學校嘛，報到完之後就第二天好像就拉到那個北京的北邊昌平啊一個訓練基地，就開始軍訓。大家也知道軍訓的時候就經常搞集體活動嘛，就是拔河比賽。但是我們是幾連我忘了啊，跟我們一共好像是9個連吧，還是多少個連忘了啊。然後各個連隊之間不是拔河比賽嗎？我記得，但是我們是跟哪個連是應該是爭冠軍吧。但是我跟我的一個同宿舍的啊，我們倆人一拍腦門，那時候是大一啊，30年前啊，我們就決定潛伏到對方的陣營裡面去帶節奏。大家知道吧？這個拔河比賽不就是對吧？你這個場上的這個隊員玩命的使勁，然後下面的要喊加油，而且喊的一定要有節奏，而且不能亂。每邊都出人指揮啊，就是喊，就是你得按照那個節奏去喊。但是我們就突發奇想，我跟同學2個人呢跑到對方陣營裡面，就我們喊加油越喊越快，他們是正常的那種啊那個節奏去喊，結果你只有2個人在裡面越喊越快，最後他那個整個的加油聲就亂了，軍心大亂了。他这本來是就是3局2勝制嘛，第2局的時候，這個對方的啊，他們就說千萬別喊亂了，千萬別喊亂了，這回一定要這個喊齊。結果我們在裡面啊，告訴就2個人啊，喊着喊着就把他們帶亂了，又亂了。當時比賽啊，我們是取得冠軍。實際上啊，這個喊加油聲音亂了，不是起決定性這個作用的，對吧？但是起到一定的干擾作用。那決定性的還是戰場上，就是還是雙方隊員的實力啊。如果實力懸殊太大，對吧？你這對方就是亂了，你也不是他的對手。所以我講這個故事什麼意思呢？就叫帶節奏和帶亂了節奏。所以這個浙江宣傳說啊，這叫帶亂了節奏，意思就是你帶節奏是對的，但是你不能亂帶。這個浙江宣傳說啊，他說所謂的1644史官在網上持續引發熱議。該論調的核心主張包括將1644年的明朝滅亡、清軍入關視為華夏文明的中斷，將清朝定為外來殖民政權，並衍生出對清朝歷史全盤否定的評價，將近代中國積貧積弱、遭受列強欺凌的根源歸咎於清朝的統治。這個浙江宣傳說啊，1644史官並非近期的全新發明，有學者指出其雛形可追溯至民國初期，當時中國面臨深重的民族危機，一些知識分子在探尋國家積貧積弱的原因時，將反思的視線投向歷史深處，試圖在明清易代中尋找近代屈辱的原因。這種產生於特定危局下的歷史解釋本身便承載着濃厚的時代焦慮與救亡圖存的深刻情感。時至今日，該論調在互聯網語境下獲得關注，除了認知層面的因素外，還有着複雜且深刻的心理根源。比如面臨現實壓力的情緒宣洩，在競爭激烈、生活壓力倍增的當代社會，部分人將現實中的無力感與挫折感帶入到對歷史的討論中，這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通過批判甚至辱罵早已不存在的王朝，通過對歷史的單向度否定，獲得短暫的情緒釋放。比如愛國情感的濃烈表達，許多1644史官的擁護者對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屈辱歷史產生強烈共鳴。在封建歷史上，中國
曾展現出顯著的全球影響力。然而，近代以來，中國陷入苦難深淵，清政府一系列錯誤認知和決策加重了中國苦難。許多網友實際上是在以一種直白的方式表達愛國情感，他們不滿於近代中國屈辱歷史，不滿於晚清政府的昏聵無能，對清初屠城事件、清朝文字獄等做法表示強烈憤慨。每回想起那些歷史，無不令人痛心疾首。什麼屠城事件，什麼昏聵无能，什麼文字獄，明朝更甚。这个浙江宣传说理解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全面的認知1644史觀。倘若動輒將普通網友的表達視作淺薄幼稚，甚至在制造矛盾，可能會誤傷不少網友的感情，誤會不少網友的意思。你看就是浙江文宣是贊同帶節奏的愛國正能量，愛國，對吧？但是你這個1644史觀你帶亂了節奏。這個浙江文宣它裡面說了一大段咱們就不介紹了。這上面說他說還有一些觀點已經脫離討論歷史的範疇，變成了吃瓜言論，令人啼笑皆非。比如滿清把永樂大典上的光刻機技術送給了西方，導致我們現在還在被卡脖子。黛玉葬花，葬的花原來是華。說陳小旭早我們40年就知道真相，所以他在劇中不是演的，是真正在為我們什麼泱泱華夏而哭。發明他為什麼不叫發東，也不叫發西，也不叫發秦，也不叫發漢，是吧？唯獨叫他發明，因為它都起源於永樂大典，中華文明的知識寶庫發現了明朝，所以這個叫發明，這個就簡直是啼笑皆非啊！好了，這個還算是浙江文宣還在正常的討論，也就是說他首先肯定你這個1644史觀你這些人愛國的動機是好的然後就是節奏是對的，帶的也好，但是你這個現在別有用心的人把它帶歪了，帶亂了。怎麼帶亂了呢？後面浙江文宣一頂大帽子就扣下來了，果然出手很嚴厲他這個比新華社的評論還厲害。新華社評論就只是說這些人在這就是亂來不懂歷史，瞎編，就這意思但是這個浙江文宣是一頂大帽子扣下來，恐怕是這些吃瓜盟主這些愛國正能量，這些夾頭粉的基本盤始料未及他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是他們擅於給別人批發的帽子，這回落到自己頭上。什麼帽子呢？內外勾結所以浙江文宣厲害就在這兒。他說需要警惕的是，所謂的1644史觀與境外某些旨在解構中國歷史連續性的敘事形成了呼應，為那些試圖否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合法性的論述提供口實。新華社的評論還把這個1644史觀吃瓜盟主這些荒唐可笑的行為還總體還是內部矛盾，對吧？是認知的問題。但是這個浙江文宣直接一頂大帽子下來了你這是勾結敵對勢力。這個浙江文宣說近年來在海外興起了叫新清史研究，也就是海外的研究他把滿清跟我們現在進行割裂，認為滿清是滿清，對吧？你們這個漢人政權是漢人政權，然後他們強調滿洲特性，從疆域從文化開始割裂。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為了這個，比如日本佔領滿洲那是合法的，因為滿洲不是你們中國的，這是滿人的。那這樣的話，俄爹說我這個對吧？外蒙這個獨立跟咱沒關係沒得罪你們大國這不是你們的。你看這個浙江文宣說興起於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其部分論點刻意強調清朝的滿洲特性，將其描繪為非漢人的征服王朝，淡化清朝與中國歷史的傳統連續性。這種論述的潛在邏輯是割裂清朝與中國歷史的關係，為某些分裂論調提供依據。當然了，對吧？這個新清史這一套，那至少是為這個沙俄，對吧？就是前蘇聯分裂這個外蒙古，為日本佔領滿洲，這都找到了依據對吧？這個不是你們中國人的，就是咱們那是誤會這個浙江文宣說日本在侵華戰爭前曾炮製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荒謬理論，為其侵略行為制造借口。戰後這種理論在日本右翼學界仍有殘餘影響。外部勢力長期以來對中國歷史曲解有着險惡目的，通過強調中國歷史的斷裂性而非連續性，質疑現代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根基，進而妄圖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統一。1644史觀
中充斥着將滿族、蒙古族排斥於中國之外的歷史敘事，實質上不自覺地復活了那些早已被唾棄的歪理邪說。最後啊，這個浙江文宣又說啊，警惕被1644史觀帶亂節奏，不是說要否定1644，你看看，就是說啊，1644这個史觀對的，但是你帶亂節奏，你現在就內外勾結啊，所以這些人按照浙江文宣的說法，他們才是大侄子啊，他們才是帶路黨啊，他們是潛伏在咱們這兒的這個第五縱隊啊，是真正的汉奸。你看看這個浙江文宣這一招，對吧？釜底抽薪啊，這個可以說啊，讓這些吃瓜盟主这些信徒啊，就是渾身長滿了嘴，也沒辦法再狡辯了。你這是內外勾結。為什麼我今天又聊這個1644呢？就是我就覺得這個浙江文宣很厲害，猶如這個什麼神龍附體啊，以魔法打敗魔法，對吧？就你唱高調，我唱的調比你更高，咱們就比一比吧。这個特像这個胡一進老師，對吧？胡一進老師經常這個觀測風向、賭風向，走過經常挨大耳光子，挨這個對吧？大嘴巴子，也經常被禁言呢，經常被着急談話呀，那不就是賭風向嗎？他認為這個風啊往這兒刮了，我在這兒等着，對吧？調門起得高，一下閃着腰了。這個吃瓜盟主啊，這些人實際上就是一樣的，跟胡一進老師一樣，就是賭風向，就是我比你們更愛國、更祖。因為我在以前節目說了，他們都是夾頭粉裡面分化出來的基本盤分裂，他們實際上是要掌握一個話語權、解釋權。什麼話語權呢？就是我們自古以來老祖在祖上那就一直是領先，清朝是遥遥領先於任何其他國家。為什麼100年前被人一頓胖揍屈辱的歷史，那就是滿清來導致的。我們現在為什麼被美國卡脖子，對吧？以前我們都是遙遙領先，都是萬邦來朝，對吧？都是來進貢啊，哪有什麼外交啊，都沒有外交，都是你來進貢，對吧？完了之後，我給你發一個詔書，我認可你在那當地當個國王，還不是皇帝啊，皇帝只有一個，容許你在當地當王。那為什麼，對吧？近代被人打了呢？那就是滿清來的導致的。所以你看，把滿清這個責任、這個鍋啊，扣到滿清頭上，哎，這樣說明我們啊，大漢主義嘛，皇漢，那我們自古以來那就是領先的，未來還要領先，清朝是要領先，沒毛病。這是他的這個，他還爭奪這個解釋權。這樣的話，一下就把那個百年歌啊，是堅持咱們比美國啊領先100年的，那就打臉了，對吧？你這是屬於貪污啊！咱們領先幾千年，你說只領先100年，那你這就是大侄子，對吧？這就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所以要遭到清算。結果沒想到啊，這些1644史觀的這些吃瓜盟主的這些粉絲啊，發現後面，對吧？還有一個大棒等着他，這個大棒一棒子揮過來，對吧？你這是勾結外國人，你這是要跟外國人內外呼應，想解構中國。你這已經不是什麼不愛國，你這妥妥是汉奸吶！你看看，說來說去啊，就是誰都跑來爭奪基本盤，這玩意兒是你能爭奪的嗎？对吧？基本盤是國家辛辛苦苦培養的，對吧？這個是國之棟樑，國家的基本基石，是屬於寶貴的國有資產。就合着你誰都拿來割一把，夾頭割一把，夾頭現在已經被封殺了，夾頭老是壞了事，就是肆無忌憚的收割這個基本盤。你看這個吃瓜盟主這些人，他也想效仿夾頭老師來收割這個基本盤。這基本盤是你能動的嗎？這一下啊，我估計是涼透了。這你以為你跟胡一進老師一樣是來觀風向、拍馬屁，對吧？舔局不是你想舔就能舔的。你以為你在舔局，你以為你在效忠，但是對人家來說，你這是圖謀不軌，你這就屬於薅，對吧？這個基本盤的羊毛，你薅這個，你這就屬於貪污國有資產。所以你看，浙江文宣也說了，你帶節奏是對的，你愛國，對吧？你這個可以，但是你這個你怎麼知道帶節奏和帶亂了節奏之間區別呢？這玩意兒中間有標準嗎？沒有標準。所以說啊，你帶節奏的很有可能啊就被別人定性為帶亂了節奏，一樣的挨揍。你覺得你功勞挺大的，你覺得你在那兒，对吧？我號召愛國還不行嗎？我號召大家自信，對吧？我們自古以來就清朝是遙遙領先，這有什麼錯嗎？但是不行，善意不可測，對吧？上面安排好的基本盤是有用的，不是用你來就交給你來带，那不就亂套了嗎？你這個，對吧？一旦掌握了基本盤，你哪一天你把矛頭一指，對吧？指向上面，那還了得？所以啊，這個1644史觀，什麼《紅樓夢》、道明說，這個縮影派、鬼友派啊，
這個西方唯史論這種反制的越火，越容易遭到封杀，因為你是在搶夺基本盘，你在侵吞国有資產，你想掌握話語權，对吧？你想掌握解释权，那就是夺权，对吧？没给你扣上一個反革命帽子就不錯了，對吧？這回浙江文宣啊，只是說你這個帶亂了節奏，涉嫌內外勾結，對吧？成了帶路黨，這還是留了一點情面呢，沒有趕盡殺絕啊。可悲的是啊，這些吃瓜盟主的這些粉絲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就成了帶路黨，成了他最痛恨的人，對吧？他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就成了個大侄子，對吧？這個大侄子的帽子一般都是他們發明的，都是他們給別人扣，結果現在反扣到自己頭上，你說這叫什麼事？所以我一直說智商不行就不要玩這一套，玩來玩去把自己繞進去。所以在這裡啊，給浙江宣傳呢，浙江文宣我也給他點個讚，就是他這一大棒子抡過來，吃瓜盟主以及他粉絲啊懵了，自己变成了带路党大侄子。我们再说一说最近最火的这个太监冲突啊，或者叫太监戰爭。這個事情的起因咱們就不多說了啊，這應該是半年前，對不對？咱們就先打起來了。打起來的主要原因啊，不管他找了什麼借口，實際上就是經濟利益啊，這是深層原因。如果不是為了經濟利益，不是逼到一定份上，恐怕不至於動手。那大家也知道啊，柬埔寨這邊什麼賭場、電詐樂園，對吧？為大家所詬病。這個柬埔寨的這些電詐啊，它不僅危及到大國。就受害者不僅是大國的人，他還受害者已經這個，比如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甚至美國都有。人家這個電詐也力爭出海呀。現在柬埔寨的電詐，它不光是目標僅對準這個大國嘛。第二個呢，泰國啊跟柬埔寨挨着，所以說這個加上泰國又是旅遊勝地，旅遊業非常發達，所以很多大國或者其他國家的這個受害者啊，他都是大部分都是從泰國入境，然後從泰國消失，那怎麼就到了柬埔寨？所以讓泰國就承擔了更多的這個指責的吧，道義上的這種，也對泰國的旅遊業造成沉重打擊。泰國的旅遊業啊，就是口罩之前呢，泰國的這個遊客裡面，應該是70%，好像是60%啊，是大國的人。我記得當時最多的時候，好像每年啊去泰國遊客1000多萬中國人。那2025年據說降到只有一半了。泰國的外國遊客最多的好像是變成俄羅斯人還是哪國人？咱們只有500萬，大概這個量級啊，這個對泰國的旅遊業打擊非常大。那中國人為什麼不去泰國呢？這裡面對吧？不小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認為泰國治安不好，泰國的灰產，中國人去了容易這個第一個挨騙，第二個容易失蹤，對吧？腰子到時候少了啊，都是大家都擔心啊，去了也可能被騙到柬埔寨去了，所以這個也困擾泰國的旅遊業。泰國的旅遊業啊，好像佔他們的 GDP 的10%幾啊，就將近20%吧。就是泰國的旅遊業對泰國的這個作用啊，就像咱們的房地產對咱們的經濟的作用。咱們現在房地產低迷，那泰國的旅遊業它也低迷，你說它受得了嗎？也就是柬埔寨的電詐導致泰國直接損失啊，就是泰國人自己上當受騙，好像據說直接損失也不小，這個得上100億美金的，然後再加上旅遊損失，據說加到一起一年損失要300-400億美金啊。但是這些數字不一定準確啊，就是大家知道有這麼一個這個印象。那對於泰國來說，他能扛得住嗎？所以第一次啊打完了之後啊，這個特朗普來調停，特朗普一調停，特朗普拿關稅對吧來壓，那這兩個國家呢，那他給特朗普面子，停火呢，但是柬埔寨並沒有收手。這個泰國認為柬埔寨對吧？你在特朗普的調停下，那你回去收斂一下，對吧？你的電詐，你的這個嘎腰子這個生產線，你管管，至少不要對泰國有影響。結果這個柬埔寨對吧？置若罔聞。因為現在有很多人說啊，特朗普調停這個泰柬這個戰爭啊，實際上他是偏向柬埔寨的。為什麼呢？因為柬埔寨這個現在這個洪森家族啊，洪森他3個兒子全部是留美的，這種操作啊，大家都懂。你這個柬埔寨上層人物，主要的人物都在美國留學的，那跟美國溝通起來就比較順暢一點嘛，對吧？他自然跟美國的上層，跟美國的那些精英更容易這個找到共同語言，也就是更容易說服這個特朗普，對吧？這個天平啊倒向柬埔寨。所以說第一次啊這個停火啊，那是應該是泰國給特朗普面子，但是柬埔寨對吧？他沒有珍惜啊，我行我素。半年以後，這個泰國受不了了，大家還記得吧？泰國國王對吧？前不久到一個國家訪問，這個泰國國王很少出國訪問的，對吧？我在有一期節目上說了對吧？這個泰國國王，人家是國王，人家在泰國，你這泰國民眾見着他都下跪呀，跪在那兒。你說他要出國的話，你是怎麼弄？當然了，大國的人不需要跪是吧？但是那些泰方的這個工作人員到底跪還是不跪？你看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泰方的工作人員見到泰王，比如泰國大使館呢，對吧？跪還是不跪？在機場迎接的時候，那還有對吧？泰國人呢，他們到底怎麼着？對吧？這些
些事情都比較尷尬，是吧？但人家来了，其實大家想象一下，来了幹啥？泰國國王他跟其他的国王不一樣啊，跟日本天皇还是什么荷蘭的什么皇帝好像不一樣啊。泰國國王是有权力的，他有军权。泰国國王是泰国3军最高统帅，再加上啊，你看那个泰國这個他的總理啊，就是首相啊，走馬燈一樣的換，就是不穩定唄。那你要是派個總理來，恐怕就是吧，談一些大事啊就不方便。你總理老是換呢，你今天下一次再換一個，你說法又變了，對吧？所以泰國國王親自出馬，這個就相當於大家想回憶一下啊，這個實際上就是相當於總設計師去美國回來之後，立馬就對越南，對吧，教訓這個小霸，大家還記得吧？這個橋段記得吧？這個泰國國王，對吧，到某個國家一訪問完之後回來，立馬就教訓柬埔寨。不管怎麼說啊，至少說明人家來通氣了，對吧？說不行，我這個先溝通一下，誰也別攔着。所以是吧？這個好像是泰國國王一回來之後就開始動手吧？你看啊，這個泰國的這個總理啊，這個叫阿努廷是吧？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全程用中文演講，大家看視頻，對吧？我們還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這只是一次普通的交流和更新，並且也再次確認了關於兩國之間的衝突，這兩國也必須採取措施進行保護。根據泰國方面，必須全力保護國家主權和人民。柬埔寨方面的炮火越來越猛烈。今天早上，柬埔寨已經向非軍事目標區域開火。所以現在泰國必須，你們聽得遠嗎？如果一直去聽別人的意見可以嗎？如果總是聽這個聽那個，還會有時間來保護我們的主權或者保護我們人民的安全嗎？這泰國總理的意思很直接啊，你們調停，你們呼籲，我們哪有時間聽啊，對吧？我們要保護我們的主權，要保護泰國老百姓的安全。這話說給誰聽的呢？昨天啊，泰國泰柬邊境局勢聯合新聞中心就停火提議闡明立場。泰方表示啊，泰國渴望實現持久和平，並始終將民眾的安全與保障放在首位。泰方重申達成停火的3項必要條件。第一個是柬方必須首先宣布停火，停火必須真實發生並持續進行。第3個，柬方必須以嚴肅誠懇的態度開展排雷合作。泰國方面稱啊，上述條件是實現真正且持久和平的必要基礎。對此，柬埔寨方面暫無回應。總之啊，這個泰柬邊境的衝突啊，炮聲一響，國內的網友對吧就炸鍋了。哎，在各個這個評論區下面啊，尤其是那個泰國啊駐華大使館，還有這個泰國的一些主要機構啊，在微博啊還有抖音上面的賬號下面，那都是點讚的，都是誇獎啊，都讓這個泰國啊軍方受累啊，多轟炸一下，把那電炸窩點呢夷為平地，對吧？宜將勝勇追窮寇，不要聽別人勸，對吧？不要聽別人阻止，對吧？你大膽的去炸，這就是這個網上啊網友的呼聲呢，都在拍手稱快。這個泰國軍隊啊，這回真的成了王師啊，正義之師。泰國國內呢，據說啊，在這個轟炸柬埔寨這一塊啊，好像泰國國內沒有什麼反對聲音。大家也知道啊，泰國這個國家是實際上國內政治也是四分五裂啊，對吧？但凡一個什麼措施，肯定有人反對。唯獨這個事情，泰國國內還沒有什麼人反對。這個泰國總理啊，好像這個親自到前線啊，慰問將士啊。我看那個視頻啊，給他們盛飯，對吧？給他們端菜，親自到前線去勞軍吶。這個泰國的國王更是宣布啊，所有這個犧牲的泰軍的這個家屬都納入什麼國王什麼優待計劃，也就是他們的家屬，就是陣亡士兵的家屬，那就是泰國國王對他們有保障。總體上啊，泰國是一個佛國啊，對吧？它是佛教國家，泰國人不是那麼這個好鬥啊，所以說他能逼急了去老去炸這個柬埔寨，你就可見這個電炸多招人恨。這回好了啊，大國出手了。12月17號晚，大國的發言人說啊，外交部亞洲事務特使將於18日再次赴柬埔寨、泰國穿梭調停，推動雙方相向而行，盡量重建和平。所以說網友推測也是對的啊，對吧？這才打幾天呢？電炸園區炸完了嗎？那賭場炸完了嗎？對吧？都還沒炸完，某些人就急着跳出來護犢子了，對吧？你不能晚幾天嗎？所以我推測啊，當時泰國國王啊到某國訪問，恐怕某國是默許叫有限度的教育，大概其實這麼一個就默許啊，就這麼一個姿態，就有限度的教育一下就得了。你把他教育一下，然後大國這個時候出
出來，顯得對吧？這地方啊，還是我說了算，你不要亂抱大腿啊！也是警告着洪森父子，对吧？你抱美國大腿沒用啊，你還不是挨揍嗎？你看看，還得我来，你要听話，玩的就这一套啊！你看特朗普现在就是泰柬这個衝突，特朗普也沒招了，所以說這個時候啊，這個泰國說了，他提出3條啊，泰國這3條停火就是讓柬埔寨認輸，對吧？你投降完了之後，那肯定下面你對你的電詐，你對你的這些，尤其是邊境，對吧？你不要從我泰國搞人過去，你願意詐騙誰詐騙誰，但不要把這個黑鍋啊、屎盆子啊扣到泰國頭上，就這意思，對吧？不准針對泰國人實施詐騙，你詐騙第三方國家，你不要把人從泰國搞走。所以說某些國家還是着急了啊，馬上來護犢子，這個讓人感覺啊，你這個反電詐到底是真心實意的，還是一個口號啊？最後我再說一下啊，這個今日俄羅斯啊，他居然一個報道，這個簡直充滿了諷刺意味啊。他說啊，涉嫌排斥滿蒙，中國官媒警惕1644史觀，呼應境外敘事。也就是這個浙江文宣的這個報道，今日俄羅斯居然還點評了。他說啊，12月17號，中國官媒浙江宣傳發文，呼籲民眾警惕目前網上流行的1644史觀，勿被其帶亂節奏。這個文章強調要警惕該史觀與境外某些旨在解構中國歷史連續性的敘事形成呼應，為那些試圖否定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合法性的論述提供口實。文章還以日本在侵華戰爭前炮製的非滿蒙非中國領土的荒謬理論為例，稱該理論為其侵略行為制造借口。戰後這種理論在日本右翼學界仍有殘餘影響。文章指出，1644史觀中充斥着將滿族、蒙古族排斥於中國之外的歷史敘事，實質上不自覺地復活了那些早已被唾棄的歪理邪說。這個今日俄羅斯轉發浙江文宣的這個評論的時候，不知道臉紅不紅啊？對吧？你在說這個日本啊侵略中國找到了借口，就是滿蒙非中國領土。那請問這個蘇聯侵吞唐努烏梁海，對吧？沙俄侵吞什麼图瓦、貝加爾湖，這個怎麼說呢？蘇聯分裂蒙古，這個又怎麼說呢？哎，這個時候他裝作沒事人，對吧？把嘴一擦，指責日本，日本是對吧？侵略中國，但是他现在没有占領一寸中國領土。反過來看看俄羅斯，這就是賊喊捉賊呀！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